秦琼，你白天还身患重病，这么快，病就痊愈了吗？回王爷，装的病。不过我早有悔意。俗话说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王爷，依法治罪吧。哼！大胆叛军，竟敢畏罪诈病，欺骗本王！来人，在！与我重责！秦琼，你是哪里人士？回王爷，我是山东济南历城县人士。可是这公文之上并不是这么说的，你可是山西潞州发配而来的。没错，是从潞州发配而来。那本王再问你，你家中还有何人？家中啊，就我和一个老母亲相依为命。那你的父亲呢？回王爷，多年前，我父亲已经在马鸣关战死了。那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？身居何职？为何会战死？你一一道来。我父亲名叫秦仪，自此后曾任北齐马鸣关大帅之职，后因为隋朝兴兵伐齐，被那奸人高阿骨出卖，战死沙场。那年小的年方4岁，我母亲应试带着我逃离马鸣关，四处流落，后在济南安的家。秦琼，那你的乳名是什么？回王爷，我的乳名唤作太平郎。不妃，侄儿，我的侄儿，果然是你啊！我的侄儿，真是世道弄人呐！想不到，真是我秦大哥的儿子。表哥。是你的姑母，这是你的姑父，这是你的表弟罗成。难道您就是我的姑妈秦圣珠吗？姑妈，孩儿，快起起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王爷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秦大哥，竟真是我失散多年的表哥。属下恭贺王爷一家团圆。表弟，诸位请起，快请起！想不到诸位竟帮了我的亲侄儿，本王要好好的犒劳你们。谢王爷。这，你为何去做了降马这等勾当？王爷，秦二哥在潞州所犯之案，均是遭人栽赃陷害，金甲、同怀2位兄弟皆可作证。王爷，杜大人说的是啊。原来如此，真是一群昏官。侄儿啊，你这案子到了姑父这儿，也算了结了。姑父，
王爷，现如今齐二哥案子已经结了，我们哥俩也算是不辱使命，请千岁施恩，让我二人领了回批速速回去复命。好吧，罗春在，把回批交给二位。是。姑父，这儿有件事情祈求姑父。啊，但说无妨。我的黄骠马，还有书童家传宝剑，被那陆州府拿没收了。姑父，能不能帮我要回来？这事容易。好，此事就全部拜托二位了。王爷言重了，言重了。来人，在。托那些银两给二位壮士，供你们二位在路上使用。多谢王爷。王爷，请你一定放心，我们一路走来，秦爷早已经是我们的大哥了，他交代的事情，我们定当竭尽所能。那我就先谢过。王爷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好，保重，保重，保重。秦爷，保重。秦爷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，秦爷，保重。走了。请。啊，侄儿，咱们赶快回府吧。来人，摆宴，我要为我的侄儿接风洗尘。来，请。快走吧，表哥。我们进去是吗？皇上，靠山王来了。哎呀，杨林见过皇上。王兄，你主编的事务那么繁忙，怎么亲自前来宫里头啊？哎，其实也没什么。只是好久未曾见到皇上，甚是想念。又恰巧在山崖边上采到几只很稀罕的千年野参，就一道送来给皇上补补身子。果然还是王兄纪念朕呐！啊，对了，怎么这次没有带玉儿过来？皇上，为兄有一事。不知该如何向皇上说呀？啊，王兄，但说无妨。啊，皇上赐婚，乃是我家玉儿天大的福气。晋王更是文韬武略，德行出众。只是我那玉儿尚且年幼，一提起这婚事，竟是忧心忡忡，突然恶疾，久治不愈。哎，所以为兄我特此前来。想恳请皇上收回成命，将这门婚事暂且搁置。杨林老儿亲自来了，千真万确。这会儿他还和皇上正在御书房里叙着呢。杨林老儿，身为靠山王，驻守登州，听诏不听宣，不会轻易进京。有没有打探清楚，他和父皇说了些什么？尚未。哼，那还用猜？这事儿啊，肯定跟晋王殿下有关。自打上次皇上提亲，玉郡主那边却一点消息都没有。靠山王竟然亲自入宫面见皇上，却没有带玉郡主。哼，这说明他想退婚。不过呀，这也不一定是件坏事，倒可
可以借着这个机缘，为您再纳一个妃子。以你的能力，又有圣旨在身，这么点事儿都办不好。恐怕你是懂私情吧？你是我儿子，难道我不知道你的心事？我告诉你，你想娶玉郡主，我看你是痴心妄想。一个男人要成大事，就绝不能沉迷于儿女私情，知道吗？你给我记住4个字：无欲则刚。这对小鸟真是可爱呀！儿臣给父皇母后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父皇，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婴儿啊，过来坐。遵旨。皇后，还是你来说吧。是。婴儿，在。父皇和母后做主，许下了你与靠山王之女玉郡主的婚约。儿臣有耳闻，听说靠山王近日入宫觐见，想必是为此事。多谢父皇母后之大恩。可是这件事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母后，儿臣婚事事小，父皇母后不要为这种小事情劳神操心，否则就是儿臣的不孝。无妨，无妨。婴儿，你还看上别家女子吗？有，只是儿臣不敢说。婴儿一向行事大方，如今父皇面前无需多虑，有什么不敢说？有事就说吧，朕替你做主。是父皇，回父皇。儿臣曾经看上过一个女子，她是宇文相国的表亲，此女真良贤淑，勤俭至孝，名闻十方啊。不过她是个负伤之女。负伤之女，父皇息怒，儿臣正是觉得她身份低微，怕惹父皇母后不高兴，所以见过她一面，再也没做到这。我看未尝不可，只是那一个妃而已。娶一个平民之女到宫里，这样更可以彰显我大隋的清和，又可以深得民心，不是一举两得吗？母后，皇后所愿已准了。还不来谢父皇？谢父皇恩典。好了，起来吧。是。燕儿，在。这个负伤之女叫什么？过几日带来，让母后看看。好啊，母后。她叫萧媚。
见母后。民女萧媚参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谢母后。谢皇后娘娘。你就是萧媚？是。过来，让本宫好好看看你。清丽脱俗，不沾风尘，怪不得婴儿如此的眷恋你。多谢皇后娘娘赞赏，小女子实在惶恐。我这胳膊呀，到了阴天下雨就痛得厉害。皇后娘娘，家中母亲也有此类病患，所以小女子自小学过一些推拿之术。倘若皇后娘娘不嫌弃，小女子愿为娘娘略施推拿，或能缓解疼痛。是吗？那好，那试试吧。应该恭喜你。今日母后对你相当期许。我也恭喜殿下，终于可以将我名正言顺地娶进靖王府。我终于不用整日躲在这不见天日的地宫当中了。今日你的心多之台，别有一番风韵。在母后寝宫，愿望得以有些把持不住。我们还没有成亲，靖王还没有娶奴家，对奴家可要规规矩矩的才行。本王就要像孔夫子一样亏虚。殿下饶命啊！殿下。
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牙崩半个步子，一刀一个，土里埋。孙子，什么路，什么树啊？此路是……别跟他废话，快，听清楚了，我们是来劫道的。识相的，把银子交出来。哎呀，爷爷，我不明白啊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兄弟们，上！白练呐，天下无敌！哎，对，天下无敌，天下无敌啊！天下无敌！你们是劫道的？不，劫道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把您的银子装进我兜里，不合适吧？合适。除非碰到像大爷您这样打不过的，那就不合适了。对。你刚才那句话怎么说的？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牙崩半个步子，一刀一个，土里埋。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。要打此处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劫道！饶命！快！给我，都拿过来！劫道之后干什么？放我们走。对，放我们走。走吧。行。站住！有吃的吗？这个真没有。保重。我这趟去啊，拜访了许多号称武艺高强的人，结果这一过招啊，嘿，他连我都打不过。哎呀，你说这黄告马上就要经过咱这儿了，可怎么办？是啊，哎，庄主，这程大哥，这斧子练得怎么样了？他？我那大哥那斧子练得不怎么样，吹的功夫倒是见长。谁吹呢，兄弟？哟，哥哥，我说朱能呢，朱能在吹，回来了。哎，兄弟啊，回来了。哎呀，你慢点。兄弟，哥哥今天遇见劫道的了。哦，有人敢劫你？是我把人家给劫了。看看，兄弟。哎呀，哎，程大哥，那你可是长本事了。没白练呗，没白练。哥哥，不过这银子是你的，你拿。哎，哥哥我不能要啊，兄弟，这些日子在你这儿白吃白喝，哥哥不能。哎，白吃白喝应该的。你是哥哥。哎呀，兄弟，这分给百姓吧，啊，分给百姓，哎，哥哥留一把啊。程大哥这劲儿可真可以啊！什么劲儿啊？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
他吹的功夫见长，就这么点碎银子，这是劫的吗？分明是偷的。是劫的，兄弟。秦二哥去北平府有些时日了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唉，是啊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个音信。无量天尊，吉人自有天相。贤弟要是担心，何不派人到北平府打探一番呢？哎，不用派人了，就我吧。若不是你行事鲁莽，秦二哥也不用遭此大罪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更要去啊！经过上次的事情，我已经等事多了。哥，你就放心吧，让我去吧，不会给你惹事的。不要胡闹，我自会派得力的人去。好，你说了算。谁让你是二贤庄庄主，13省绿林总摇把子呢？庄主，山安就先去了。好，如果是秦二哥的案子了结了，就顺道把他给我接回来。去了北平府，先见张公瑾。一切要小心行事，去吧。是，山安知道了。这，莹莹怎么样了？最近有没有惹出什么乱子？没有什么事。一会儿让她到书房，我有事找她。好。哎，山州，黄骠马怎么样了？刚从潞州府衙回来的时候，那可是掉了不少膘，毛也乱。现在马保证是膘肥体壮。走，去看看。好，庄主，请。哎，庄主，大小姐她不见了。马呢？兄长，那一骑秦兄的黄骥马去往北平府找秦兄去了，望兄勿念。小姐去追秦二哥了。看来秦二哥是北平王罗毅的亲侄子了。这就叫福祸相依。秦二哥果然吉人天相。正是，所以官司到那儿也就了了。我等受秦二哥之托，奉北平王之命前来潞州府取秦爷的黄骠马和金简，送至北平府。到了府衙，听说已经被单二爷赎走了。什么？可这黄骠马和金简都已经被我们大小姐送去北平王府了。单州单面听令，在，速去北平府，把小姐给我带回来。是，走吧。这就叫人在世，花在时。秦二哥在官场上一定会飞黄腾达，可是，在咱们兄弟这条道上，可就渐行渐远了。听闻表哥当日和史大奈打擂，出了不少奇招。哎，真可惜啊，没有看到。哎，不值一提。要说这秦家的祖传武艺啊，还是这秦家的金简。我看不如这样，珊儿，你跟叔宝一比武艺，我呢也看看贤侄的武艺，改日找一个趁手的职位啊。也好，刚好府上有一对银简，可以供表哥一用。恭敬不如从命，啊，献丑了。请吧，表弟。
现的不错，这秦家金简果然是没有失传呐。姑父见笑了，表哥来这些日子还没有出去逛逛，不如看看我北平王府的大好风光。成儿，是该带叔宝好好出去逛逛啊！谢姑父。叫个屁！我说你们怎么越练越回去了？啊？那练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拳不像拳，脚不像脚，整个一花拳绣腿。本公子也好些时日没有活动活动筋骨了。得了。今天我就给你们练这一招，让你们开开眼。珊安，你看前面多热闹啊！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哎，大小姐，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，你还是先走吧。没事，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。走，去看看。这……哎，大小姐。让一下。让一下。大小姐，快走啊！秦爷还在等着我。好，珊安，你看多热闹啊！哎，你看，这不是大帅府的少爷王安福吗？啊，你看功夫可正好。可不是嘛，这有我呀，林大帅，连龙王千岁都要忌差3分呢。大帅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，从小就跟着他爹和叔叔练武，这功夫能不俊吗？是今天本少爷就让你们好好饱饱眼福，啊，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双头蛇，来呀！哇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奇怪的武器呀！这是什么武器啊？走开，小心少爷伤到你。少爷摔倒了！哎，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少爷，快起来！小姐，少爷，没事，别动，走开！谁喊的？喊得好！谁喊的？谁喊的？啊！我喊的。你喊的是吧？哎，放开！哎，回来！不能打女人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要听少爷的。少爷，是你喊的好吗？我家小姐无意为之，还望公子见谅。啊！我找那个小妮子说话，你算哪根葱哪头蒜呀？你想干什么？滚！干什么？没错，是我喊的。我还从来没见过谁弄个棒子就能把自己摔倒的。我去笑，很好笑吗？啊！谁再笑就割了他的舌头带回去喂狗，给我盯着点儿！
小模样，你刚才和我个倒彩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不过你这小脸蛋，我倒想亲一下。休得无礼！滚！哎，看见！连长，大小姐，咱别忍受了。人不大，性子还挺烈。哎呀，本少爷就没尝过性子烈的，本少爷喜欢，我喜欢。大小姐，走开！哎，都闪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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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闪开啊！闪开啊！少爷，少爷，快走！少爷，没事，没事。别管是谁家的小妮子，伤我，在这北平府就逃不出本少爷的手掌心。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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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追！站住！让开！站住！让开！大家快让开！没事吧，小姐？你敢伤我？啊？那今天本大少就必须降了你，不然你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。欺负我个弱女子，算什么英雄？呀！哎，欺负？是这样欺负吗？嘿，淫贼！放开我家大小姐！大小姐，快跑！活的就不要了。住手！少爷，少爷，好，打得好！少爷，少爷，没事吧你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文福，你草菅人命，还不放下兵器，束手就擒！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文福，你草菅人命，还不放下兵器，束手就擒！你能不能不仗着你爹处处跟我作对？想我武家那也是靠山王的人，所以本少爷的事儿还轮不到你管。你现在滚开还就罢了，如果执意要插手这件事儿，那本少爷就注定跟你没完。罗成，敢问这位公子，他们两人是如何得罪于你？为何下此毒手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是干嘛的呀？如果你也想趟这趟浑水，那干脆我连你也杀了！给我打！格杀勿论！都给我上！
这少爷，少爷，死了！死啊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少爷，少爷，秦大哥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少爷，你杀了我们家少爷，快把他们抓起来啊！谁敢动？姓罗的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咱们走着瞧，撤！快把少爷抬回去！抬下少爷啊！少爷！快！这可怎么办啊？谁？啊？说呀！卑职刚到现场，发现少爷已经倒在血泊里，手上是一个红脸大汉。卑职可以确认，那大汉正是北平王罗毅的侄子。罗毅，大哥，你不能这么鲁莽啊！那罗毅老儿不是好惹的，他大权在握，说一不二。你我兄弟即便是大帅，我们也抵挡不住他这个北平王啊！难道咱们的孩子就白死了不成？大哥，您不要生气，兄弟我自有一个办法。吴奇，在。如果让你再见此人，你是否能够立刻指认出凶手？就是华成辉，我也认得。好，孙成，副帅，你立刻给我带领50个甲士，潜伏到北平王的那个府中，我们随后就到。发现凶手，拔剑为号。立刻给我杀死凶手。是。大哥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们先杀了那凶手。若是罗毅老儿再有异动，我们有礼在先，然后我们再到朝廷参奏他一本。好，罗毅老儿，我饶不了你！此番闯下大祸，这北平王府终将不得安生。唉，如今只有我去自首，方能平息此次事端。那怎么行？此事因我而起，要去我去。二位不用担心，五魁5亮兵权在握，但我北平王府绝容不得恶人当道。那武安福作恶多端，死有余辜。即便他武家仗势欺人，我罗家也不是吃素的。什么？你们杀了武安福？好大的胆子啊！若非是那武安福在路上轻薄女子，滥杀无辜，表哥只是上前抱不平，才误杀了他。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惹了大麻烦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姑妈，侄儿想过了，此事与大家无关，侄儿这就去衙门自首。不行！陆飞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北平王府在父王的治理下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可是那52兄弟来了以后，
欺男霸女、仗势欺人。如果魔家要在这恶势力面前低头的话，那好，我罗成宁可离家远行，从此再不回来。弟弟，成儿，你不要激你。你说的话是有道理的，可是武安福是武魁唯一的儿子，他会罢休吗？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商量一下对策。起来，快起来！叔宝，你救的女子现在在哪儿？回姑妈，那个女子叫单莹莹，是我兄弟的妹妹，现在把她带到府上来了。那就好。你们先回去吧。此事，我要跟你父王好好的商量一下。来人呐！王妃娘娘，去把王爷给我叫回来，就说我有要事找他。是娘娘。夫人，夫人，传唤老夫有何要事啊？我问你，你这个老小子，还有没有当年的血性？夫人此话何意呀？啊？我们罗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。夫人，家中出了什么事啊？说呀！我告诉你们，我们的侄儿惹上了命案。虽然那人不是他杀的，可是却因他而死。你说什么？叔宝杀人了？杀谁了？此人不是别人，是我们北平府大元帅武魁的儿子武安福。你说他杀了武安福？哎呀，叔宝与这武安福有何冤仇啊？为什么要取人性命？欺凌女子，杀人在先。我们的侄儿是为了救人才打起来。武安福学艺不精，自己失手丢了命。我们的侄儿是我们秦家唯一的血脉，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我怎么向我那老嫂子交代？要不就把我这条命赔给他算了。夫人，夫人，不要激动啊！夫人啊，只是这武安福一死，武魁武亮岂能善罢甘休？咱们总得想个解决的办法。我看不如这样，若是武家兄弟愿意平息此事，咱们花些银两不报他们的人情；若是他们一味要打官司偿命，那咱们就拒不认账。我再告他一个诬陷好人，谅他也没什么话可说。
那倘若他们动武怎么办？那咱们罗家奉陪到底。王爷，夫人，大帅，这么晚了，有何贵干？少跟他废话。慢着，兄弟俩听说王爷在审案的时候认了一门亲戚，所以特来拜会。大帅，容小的前去通报。这姑娘虽相貌清秀，却是柔中带刚，绝不是搬弄是非之人，定是那武安府见色起意。报！禀王爷，元帅武回、副帅武亮求见王爷，现已在大门外等候。王爷，他们只带了50甲士，来者不善呐！你等依计行事，切记打草惊蛇。是。叔宝，成儿，将姑娘带到后面，待我传唤之时，再给她说。是。传他们2人进来。是。诸位兄弟，既然来了，那就进屋喝杯热茶，全部给我拿下！是。王爷，2位大帅带到。在下参见王爷。免礼。谢王爷。不知2位元帅这么晚到我府上有何要事？回王爷，听闻王爷在审案时姑侄认亲，所以卑职特来贺喜。另外，还听说表少爷一表人才，乃当世英雄，不知能否出来一见？2位元帅的消息可真灵通啊！啊，来人，在。表少爷是。
是我北平王府的2位元帅，得知你我姑侄团聚前来庆贺，还不赶快见过2位大帅？啊，廷琼拜见2位大帅。启禀王爷，院门外的50只老鼠已经全部被抓起来，就等着喂药。好。不好，这里果然是个硬茬。史家是算是栽了，此时若是动起手来，我们势必要吃大亏。哈哈哈哈！老少爷真是一表人才啊！我和我们家兄商议，想将家兄的这把宝剑2刃卿赠送于你。说得对，请表少爷。啊，莫要嫌弃。侄儿啊，既然大帅如此盛情，这把宝剑你就收下吧。好，多谢大帅。开酒，我要大宴2位元帅，以谢赠剑之礼。不，多谢王爷的美意。王爷公务劳累，我们就不多打扰了。告辞。那好，那本王就不强留了。告辞。送客。 2位大帅，请。可恶！我这个老狐狸，气死我了！哥哥息怒，此次一行，我们已经失去了先机。若要报仇，我们需要更周密的计议。那就快想吧，快想出个好主意！杀了秦琼，报仇雪恨。元帅，照现在情况来看，如果想要靠打官司让秦琼偿命，恐怕是不行了。眼下只有一个办法，既可将秦琼置于死地，又可以让罗毅心服口服。有何良策，就快讲来。元帅，8月15，全城操练兵马的日子就要到了。元帅可以事先知会罗毅，让秦琼会操之日下场比武，按其武艺保举一个官职。就是将他碎尸万段，也难消我心头之恨。还保举他官职？不，这孙将军的意思是，刀剑无眼，只要秦琼下场，就可以找任何一个机会，在操练场上将他置于死地。末将官达，愿领命取了那秦琼的脑袋，为少帅报此血仇。好啊！只要能杀了秦琼，怎么都行。你们快去准备吧。事成之后，必有重赏。吴喜，卑职在。你马上请文案师爷过来，我要修书一封，呈命罗毅。这封信要连夜送往北平王府。是。你们看看，武氏兄弟诡计多端，他们想以谏官为名，约叔宝8月15教场比武。父王，说是比武，
他们就是想借机伤害表哥。怕什么？比就比！秦大哥武艺高强，还怕比不过他们？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，顺水推舟。他们自以为打着如意算盘，却不知我叔宝武艺高强。叔宝，8月15那日，你要使出看家本领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一来可以借机了却此事，这二来可以顺势拿个官职。姑父大恩，小侄难以回报。尽管如此，你在明处要小心他们暗箭伤人，比武场上瞬息万变，你千万不可懈怠。叔宝知道了。殿下，如今太子已是落水之权，而皇上向来听从皇后娘娘之言。只要皇后娘娘在皇上那边为殿下您说上几句好话，再打上一棍子，我相信太子他便永无翻身之日。杨素那个老东西，笼络得如何？也不知道是何原因，微臣已经将大批家人送到他的府上，至今却没有得到他的直接回应。人收了没有？哦，收了。收了就好。既然老色鬼没有完全拒绝，就证明已经动了念想。父皇当年与他合谋，共夺天下，老儿颇知深浅，是以绝不肯轻易选择阵营。可无论花多少心思，都一定要把他拉拢过来才行。不能再拖了，明日袁化及亲自去办。是。岳国公，请。这茶名为雪莲茶，是从塞外带过来的。据说源自雪山之巅，喝了可以清心养脾。说吧，宇文大人，到底有什么事要求老夫？国公何出此言？你就别装了。要是没事求我，会天天送一堆美女到我府上，我府上都快挤不下了。国公果然是心直口快呀！小臣一直就说，满朝大臣文武百官，小臣最敬佩的就是岳国公了。不过今日请岳国公来，真的是别无他事。小臣最近得了6名绝色佳人，号称秦越6姬。秦越6姬不但同时可以演奏6种不同的乐器，还可以各具妙音，琴音与歌声相融，如同天籁。天下竟有此等女子！
真？好啊，老夫那就却之不恭了啊！上联，上联。哦，对了，小臣近日打听到一个天大的秘密，岳国公有关，只怕说出来扫了岳国公的雅兴。但讲无妨。小臣听说，当今太子杨勇近日上臣奏折，说岳国公权倾朝野，不可一世，并有谋反之心，要皇上下令诛杀。大胆！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小臣不敢欺瞒岳国公。就算如此，他区一个太子，又能奈我何？只要皇上在，太子势必不会为难岳国公。只是这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若是太子未来成了皇上，那就难说了。既可以顺了皇上心意，又可以永除后患，一举两得。国公意下如何？老夫不能答应你。告辞。就当老夫今日没来过。岳国公，请留步。上殿不拜君，下殿不辞行，还不是因为您是开国功臣吗？如若您能帮晋王殿下荣登大宝，那国公便成了2世的开国元勋，可就为后世攒下了万代的荣华富贵。可若是当今太子继位登基，谁知道他会对国公如何呢？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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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您看啊，越王，你带酒来是担心朕宫里没有好酒吗？哎，皇上您不记得了，此酒乃是当年北周任行军总管讨伐尉迟迥前，皇上与老臣亲自奉酿的。世间只此一坛呐，您看。哎呀，果然是，快坐，快坐。好酒啊，好酒。哎呀，想起当初的情景，再看看现在，我们都老了。皇上何须惆怅？您的皇儿也不输给咱们的当年呐。晋王殿下就让老臣想到皇上当年的风姿，那是风华正茂，运筹帷幄呀。婴儿确实非同凡响，颇得朕的精髓呀。好酒啊！越王，为何叹气？心有所感，发自肺腑啊！老臣有一事要向皇上直谏。越王请讲。当今太子荒废政务，而晋王却屡建奇功，皇上
何不考虑改立晋王为太子？这对我大隋的子民来说，那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啊！朕也有此意，可是太子之位素来立长不立幼，朕担心朝中大臣会反对。皇上，现在2位皇子孰优孰劣，已经不言自明。老臣今日斗胆前来直谏，也就是因为近日来听到朝中重臣对太子是颇有微词啊。倘若由老臣出面为晋王定下作保，相信朝中肯定没人不服，没人不悦。父皇，父皇啊，琼花，来，见过你越王伯伯。越王伯伯，这不是琼花公主吗？好久不见了。父皇，你看，这是女儿给你做的万寿金龙，您呀要日夜把它带在身边，它可以祈福父皇长命百岁，万寿无疆呢。哎呀，好，好，不枉朕这么疼爱你啊！啊，真是好东西，好东西呀！陛下，夜已深了，明日再批吧。哎呀，黄河决堤，山东大旱，巴蜀瘟疫，这些可都是急着要处理发往各州的，耽误不得呀。如果太子能为皇上解忧，皇上也就不必这样辛苦了。永儿那个孽子，只知道荒废时日。每次叫他出去体察民情，他推三阻四。若是将来朕把王位传给他，还不知道那个时候会乱成什么样。陛下所言甚是。看看咱们的婴儿，为了大隋，吃苦受累，外出征战，连命都要搭出去了。陛下有了他，才稍稍宽心了。你也觉得婴儿好？哎，皇后，你说，若是改立晋王为太子，如何？那当然是好。其实臣妾一直认为，太子之位就应该由能者得之。何况永儿、婴儿都是臣妾所生，立他们谁为太子，做母亲的都会为他们高兴。只是臣妾一直在想，这万世江山，如果不选一个德才兼备的，怎么来承继陛下开创的大隋盛世呢？可永儿虽有数次大过，也不及那个程度。若没有十足的缘由，就废掉他太子之位，朕总觉得有些于心不忍。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！接着，多谢晋王，
那奴才就告辞了。陈公公，我听说前些日您的老母亲70大寿。人活70不容易呀。本王已派人把寿礼送去。没想到公公的家眷竟有100余人之多，可喜可贺呀！是。今后呢，您的老母亲和这些家眷吃穿用度，本王包了，公公不要挂念。是。多谢晋王。应该的。那奴才告辞了。走好啊！晋王，正如陈公公所说，皇上的心里早就把晋王当成真正的太子了。你怎么看？依臣所见，皇上已然心动，不过是一时之间，对太子下不了手。父皇下不了手，我就想个办法，让他不得不下手。晋王心中已有对策。公子，看你平时知书达理的，怎么变得这么无礼？哼，你不带我去，我就跟着你。好，多亏莹莹及时把我的宝剑取回来了，要不然我怎能用得如此顺手啊？举手之劳，秦大哥不必客气。方才还有人嫌我多事呢，看来我的用心并不多余啊。哼，单姑娘，你不是想了一夜的对策要跟表哥说吗？是吗？快说呀！我要单独跟秦大哥说。